各位好，大家好，Paul Sir 又係我。咁今日第一日嘅小組討論呢，就出咗5點鐘嗰陣時，出咗第一條題目啦。咁呢，我今日放假，咁都同大家咧分析下啦。咁啊，臨時臨急，咁啊，希望俾到啲方法論俾大家去做下啲思考。咁我哋睇睇今日嘅第一條問題係乜嘢啦？嗰個小組討論問題就係，我讀一次，以下哪一個詞語最適合形容青少年時期？咁下邊有3個俾你揀。迷惘、反叛同埋寂寞，呢3個咧都係我哋叫做咧大家溝通題啦，任你揀一個。咁咧我睇翻好似聽啲網上留言或者睇我啲同學講咧，就話好似講呢條嘅時候咧，個人唔知點樣咁樣，因為3個詞語迷惘、反叛同埋寂寞咧，都係一啲負面嘅感覺，啲負面詞語都唔正面，冇一個正面做唔到對比啊咁樣。咁我臨時臨急咧，而家咧就寫咗少少例子俾大家用翻我教開嘅一啲方法啦嚇。嗱，你等等下，我就寫咗少少俾大家睇睇噶。咁哎呀冇喐。好啦，咁我咧就嘗試咧從即係教人哋咧多角度思考啦。咁我就嘗試咧喺10分鐘準備嘅時候咧，做個開表嘅方法，從不同角度咧去做思考。咁我頭先啱諗到幾個方向，咁希望幫到大家咧學習一種技巧，去嚟緊應付嚟緊嗰啲題目。咁咧我嘗試咧就將佢咧多角度去分拆啦。譬如話將迷惘咧，我譬如話用家庭、學業、自我呢3樣嘢咧去諗一啲例子，去睇下我揀邊一個作為我所講嘅一個青少年咧。最需要即係形容佢嘅一個詞語。嗱，睇睇啦，家庭嗰方面啦，或者我今日搞得深咗少少啊。有啲人覺得好悶啊，因為我教啲嘢可能會深少少啊，唔好介意。咁我哋要考5星星噶嘛，咁梗係要搞啲深嘅嘢啦。好啦，譬如喺家庭嗰方面，咩叫角色轉變咧？譬如我從家庭角度去睇啦，青少年咧，佢已經唔係再係5歲6歲啊。爸爸媽媽同你去迪士尼啊，我相信你而家18歲17歲。阿爸阿媽同你去迪士尼，你都同佢講 say no 啦，係咪？咁你角色轉變咗咧，你有陣時咧會感覺迷惘嘅。唔同媽咪去街，唔同爹哋去街。唔好講英文啊。咁我只係記住唔好講英文啊。唔好同父母去街，唔同佢哋咧出席一啲飲宴，好似角色變咗，自己覺得好迷惘，到底自己嘅定位係乜嘢咧咁樣？譬如第二啦，譬如話喺家庭嗰方面，我揀反叛嘅。咩叫權威嘅質疑咧？爸爸媽媽以前咧，細個咧就喺屋企一個權威嘅人格，佢哋係代表一種權威。咁當我大個嘅時候，我發覺有陣時咧有啲嘢唔認同佢啊，即係我哋會串阿媽啊、窒佢啊。咁你通常都知道冇好結果噶啦，係嘛？咁呢個叫權威嘅質疑，開始有啲反叛啦。形容青少年咧，我覺得都幾好噶。好啦，第3個啦，如果用寂寞嗰方面咧去睇家庭嗰方面咧，其實咧開始覺得父母唔了解我啊。譬如我揀嗰樣嘢咧，佢又唔會咁諗嘅喎，佢又要俾我用嗰啲嘢，一定要我用呢一樣嘢，唔俾我用嗰樣嘢。你可以產生一種冇人同你咧去好似認同你啊，你感覺到寂寞啊，好冇一種即係話，哎呀我得到人哋認同啊咁嘅感覺，產生一種寂寞嘅情緒。咁嗱，呢個都可以用㗎。譬如話喺學業嗰方面咯，學業嗰方面咩迷惘咧？呢個應該大家容易做噶，就係選擇嘅焦慮。我用焦慮呢2個字比較深少少，哲學問題嚟，喺存在主義最講嘅焦慮啊。咩叫焦慮啊？如果你講學業啦，我哋選科啦，揀咗科，第時出嚟有冇前途啦，揾到錢啦，嗱，呢個好多時同學嘅迷惘啦。咁同埋自己將來會做啲乜嘢咧？譬如話其實我Paul Sir年青咧，好想做文物。即係讀文物嘅，文物出土文物啊，做考古嘅。喂，大佬，呢啲嘢香港邊有考古啊？宋皇台公園考鬼咩？考條毛咩？咁嗱，選擇上有焦慮啊。喺學業上咧，我揀嘅科係咪真係將來咧會係令到我咧會有一個好嘅前景咧，好嘅人生咧？你會產生迷惘啦。好啦，反叛啦，社會嘅一般嘅認同啦。咩叫社會一般認同啊？反叛就話社會一般認同啊。譬如舉例子，大家咧同學咧都用某一樣嘢，都睇某一個韓星節目。咁但係我就覺得咁樣咧，好似變成咗一種物質化，好似工廠嗰啲產品咁樣，同一罐可樂同一樽益力多咁樣。咁我質疑啦，我開始會反叛咯。乜一定要係咁諗嘢嘅咩？乜一定要讀書嘅咩？咁開始有反叛咯。乜一定要做律師，一定要做醫生嘅咩？
咁咪會產生社會嘅對社會一般嘅認同咧，產生一種反叛，並不認同啦。好啦，比較寂寞啦，好似咧全上香港都係噶啦，而家都係咁噶啦。你唔讀書啊，你冇嘢做噶啦，你做廢青獨撚噶啦咁樣。好啦，咁讀書係唯一嘅途徑，有陣時會真係產生寂寞噶喎。你試下日對住本書，對住死文字，對住嗰啲DSE 嗰啲評卷咁樣，哇！你真係〜好悶喎，個人又冇人可以同人傾。你同啲同學講咧，同學就話：喂，快啲讀啦咁樣。佢真係咁樣同你講，喂，都唔了解你內心嘅感受，係嘛？有陣時真係會悶噶嘛，人生係嘛？讀下真係好攰噶嘛。好啦，咁第三個咧，我用自我嘅方法。咩叫自我咧？比較深少少啊。存在嘅目的，咩叫迷惘咧？人開始大個咗咧，開始咧塑造咗一啲簡單嘅社會學或者哲學嘅概念嚟㗎，就係話人大個咗，佢唔係再細路仔啦，去模仿人哋，而係去到成年啦，去到成熟階段咧，青少年咧開始並不模仿他人，而有自己嘅選擇、自己嘅人格嘅塑造，咁我哋叫做自我啦。咁存在嘅目的就係諗緊啦，我到底生存喺香港，我做人為乜咧？我生存香港為乜咧？嗱，呢啲叫存在嘅目的，開始有迷惘、迷失。我做中國人。咁為乜我哋要愛國咧？咁樣可能你都好迷惘喎呢啲。嗱，咁第二個咯，反叛喎，跟上邊學業嗰個有少少似。為什麼跟別人一樣？我自己咪我自己咯。點解要跟人哋咧？係嘛？呢個世界咧只有一個我啫嘛，冇兩個我噶嘛。咁係咪產生一種反叛嘅情緒咯？我點解要跟住人哋做啫？姨媽姑姐、爸爸媽媽成日都話講，你睇下邊個。喂，我睇佢做乜啫？真係嘛？睇佢做乜啫？佢有佢，我有我，我中意點做就點做。嗱，於是又反叛咯。好啦，第三個啦，喺寂寞嗰方面咧，喺自我入邊咧，嗱，如果你係追求理想嘅，嗱，正面少少可以咁正面去睇，你去追求理想有抱負嘅時候咧，你會產生寂寞㗎。即係我相信咧，譬如我相信大家都有經驗㗎啦，就係話咧，當你去追求我想做嗰樣嘢做唔到，或者咧喺做嘅過程入邊咧，你覺得你自己一個人行嗰條路㗎。周邊身邊嘅人咧都幫唔到你，扶唔到你，你覺得自己一種咧內心一種寂寞嘅情緒。嗱，呢個喺自我方面咧可以講嘅。好啦，配合一啲例子啦，例子我只係啱籠統諗到幾樣嘢，大家都好大圍，應該都諗到嘅。我唔想諗啲咁深嘅，譬如話喺選科上啦，選文科、理科、商科啊，選大學嘅選科啊 ，DSE 考試應付考試啦，嗰啲繼續落去㗎，其實唔係隔開㗎，唔係話反叛就對社會嘅不滿嚇。咁譬如話對社會嘅不滿啦，譬如話佔中啦，產生一啲咧即係對權威嘅抗拒啦，對一啲某一啲社會上嘅嘢唔認同咧，產生反叛啦。再隔離咧，譬如話近排啦，呢排成日死嗰啲學生，點解要跳樓自殺咧？係咪寂寞咧？係咪迷惘咧？淨係去產生反叛嘅思想咧？不過睇嚟，如果學生自殺咧，呢個例子可以用喺寂寞迷惘嗰方面都得嘅。嗱，我想講多一次，就係下邊嘅例子咧，唔係話我話錯咗嘅。其實選科 DSE 對社會不滿啊，學生自殺，其實係運用喺上邊任何一個去幫你思考，到底你會覺得迷惘，淨係反叛，淨係寂寞咧，係合適你用嘅形容詞咁樣嘅啫。好啦，嗱，呢個叫多角度思考同埋不同角度，應該希望可以幫大家咧諗多啲嘢，再配合埋例子。其實講呢個題目咧都唔係咁灰嘅，三個雖然聽落好似好負面，其實都係反映到咧。而今年我覺得今年嘅 DSE 咧係會比較講多啲咧青年問題啊，比較多啲咧大社會一啲，即係而家我哋整個香港社會咧都係一種停滯不前嘅感覺。咁所以我相信都幾多會嘅題目咧係幾社會性嘅，希望大家咧注意下，睇下，譬如今晚有個好似特首論壇喎，有時間咪睇一睇新聞簡單嘅嘢咯。可能佢哋講嘅嗰3位特首候選人講嘅一啲社會政策問題咧，都會可能成為我哋今次 DSE 咧嘅考問嘅社會方面嘅一啲題目嚟嘅。好，今日講到呢一度嚇。籠統咁樣做啲嘢俾大家睇，希望幫到大家啦。好，拜拜。